非常大的，大家晚安。各位晚安。非常欢喜，咱2礼拜有一间，即咱的金刚经大家研究。因为进前讲了我过去泰国，伫泰国11天回来，我从这里，今日我马上接到咱金刚经这个版书。当然，伊伫这当中也会当对这部经典会产生了伊的兴趣，产生了伊的欢喜，会当互伊共同来了解、研究伊内底到底佛陀当时咧讲这部经卷有啥物真实的这个意义伫内底？是啥这部经卷？咱来当对这部经卷的修持读诵，乃至四五记比例说，会当胜过了3000大千世界一本，甚至早二分、中二分、后二分，对这个生命获悉较巧合，偏好耍耍，伊这个一本。所以这种拢是咧比喻着这部金刚经确实有伊真正，的功能内底。因为呢，咱已经为第一本已经上到第15分，今日可能会走到第16分，所以呢，因为这早头咱我甲你讲过，金刚经有分做4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信的段落，第二个段落就是解的段落，第三个段落就是行的段落，第四个段落就讲叫做静的段落。换一个解说，金刚经这部经典分做4大科。第一大科，第一大科对第一分讲到第8分，这叫做第一大科。这个百行净中分，也分作4大科。第一大科就分到这个第8分，这叫做第一大科。第二大科就是对了一上无上分，到了这个灵霄的九分，这段落叫做第二大科。第二大科呢，因为咱音乐可能音乐要走到第二大科无走结束，可能后厝搁一届第二大科就结束，就进入了第三大科。第三大科就是对究竟5分，到了这个23分，静心现现，到迄个当中，会当进入了第三大科。第四大科就是福德福德无比到31分就分成大科。当然，咱会当对金刚经的这4大科来了，信解行证这4个部分来了，咱大约会去了解到底金刚经伊内涵是在讲啥物物件，大概会去了解。不过因为当然，这是对了这个如来唯法大乘者说，为法最上乘者说，可能会了解意义啦那如果今日一个这个修习生，因个姊妹，因连入去先小乘一段捌，可能要入去了，所以这个金刚经的4大科内底，就参照咧听位啦这一定佛陀嘛甲你讲到诚清楚。不过呢，因为咱爱上对这个金刚经第一份已经上到今暗，我第15分的上尾。因为这段当中，我相信大家而且尤其咱讲点半钟，搁有一个半点钟，互咱大家做一个心得分享，大家较有一个概念，较有一个概念，就如同咱好生，好生
好成呢，本来就是拢咱社区王先生来遐讲10几年啦吼。即回当中呢，就是咱过领日甲陈领日来找我，讲了，讲要叫咱互我继续去甲带做单间。我讲若做单间是好，因拢点半钟，咱我是讲1点钟半点钟分享，因为即个分享足重要。大家有迄个概念，大家有迄个概念。咱互若无记咧，可能会抢走你去。所以呢，因为伫即个当中，这是好成来甲咱即个即个爱要继续去做做法继续去研究。不然因啊，咱直接为咱即个个进前一处讲无了一段先来甲咱各位大家做一个解说。这段是红的部分，而青的部分，拢咱进前解说了。那因为咱按照过去的案例，咱互我讲一段，咱分啊对咱互我讲一段。师菩提，在在处处，若有诸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有供养，当彼处处，即为是他，该应恭敬，作礼为要，依诸阿乡，宜善其处。因为讲到这段，咱知影讲，佛陀要继续来叫声师菩提，就是伊的同居者。那当然，伊会叫同居者，就是因为伫因缘那个看，因为有在讲，让小法者即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有此经不能听受读说为言解说。这段就是咱佛陀甲师傅讲，师傅若有迄个小法，小法，这个小法是善法，叫做小法。如果若小乘就无小乘，小乘就阿罗汉，小法者，伊这叫小法者。小法者，因为伊实践的物件，当然伊执着嘛足厉害，所以咱执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当然，伊有伊家己的执见伫咧，执见甲执着，这是无相像。咱过去曾经甲咱做一个诚清楚的标准。执见在对内心起了家己的我见，这叫做众生的知见。执着就是因为少境来影响你只心，因为你的心受外因缘的这个相。所以伫遮当中呢，咱六祖给你来讲，能受苦名，能所具名，万象如如。名就是咧讲这心，所就是讲这境。这个境，这个名，这个心，含义着外上的境。那安尼当中呢，因为咱其实咱家己就是这个心，咱无当去安住。所以会起了咱个人的执见，所以若安尼当中呢，这五种四界，你甲看，要听受着佛所讲的这部大乘的经典，咱互我早头讲过，赛脚车的人，赛拖车的人，你着使哪？轿车简单，赛轿车的人，要去坐即台拖车的人，要开只拖车的人。你敢有啥开会行？当然，你别去坐，你就惊着，嘛毋知开袂过去吼。所以这点就是一个解说。如果你今日咱修小法、修小乘也好，你要去了解佛菩萨，因为这个意境咱讲无，因为你无过去绝对无可能。所以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这是佛陀足肯定，嘛足绝对对师菩提。做一个表示。那师菩提，
佛陀叫声当机者出发，出发了，在在处处，若有诸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当知处处总会围绕，该应恭敬总会围绕，以所用的善之处。当然，这个就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就是你会甲讲，这个在在处处，当然，这个在在处处就是所有之处，无论你伫这个所在，叫做在在处处，所有之处。那伫迄个当中，若有诸经，较属老这部经典，这部经典，咱早头讲过，是这部经典伊的功能较大，咱知影，这部经典是佛的智慧，当然佛的智慧叫做反正。咱今日咱随一个众生，虽然咱今日有一个角色观念，但是咱去外因缘，甲咱砍掉着咱的角色，所以变成着咱的角色袂起来。要去向佛陀契机着佛陀伊即部经典的内涵，所以咱无法度。所以咱爱着啥物人？爱着大圣者，发最上者较好。即个在在处处，就一直咧甲伊强调着。当然，如果若以写伊较简易来甲讲起，就是讲，对一个所在有即部经典，对一个所在有即部经典，那安尼，即部经典你拢爱去恭敬，安怎去供养？这是一般顶因咧佛教上因咧解说，就是因为即部经典就是佛陀的写意，跟讲起佛陀的智慧。你来当个转入着你家己的心性中的内底当中，你甲佛陀就相像。但是伊有讲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一切世间，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咱知影是安怎？因为即段当中，因为佛陀惊讲到阿修罗，讲到三圣道，伊无讲着三恶道。是咱无讲着六道、地狱道、畜生道，伊讲这物件。因为佛陀毋是看即阵人无起，因为即阵人基本上来讲起，伊嘛无时间，嘛无时间啦，嘛无智慧啦，因为离地狱道、离畜生道、离落鬼道，受着即个艰苦的即个煎熬，受苦，你才有可能。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咱即回当中，伫八仙路发生一个啥物代志？发生一个迄个啥物拍啦吼，伫遐当中，逐个烧甲哀爸叫母啦，烧甲哀声不绝啦。但是我迄个叫做哪？迄叫做火地狱嘛，我的地狱嘛。叫火地狱嘛，有痛苦无？火地狱你想看卖啊？因迄阵人伫咧换皮，伫遐咧吸骨，伫遐咧哀叫，因敢有法度人过来受持即部经文？敢有可能？绝对无可能。你甲讲啥物经，伊听袂落，伊惊咧哀，惊咧听，惊咧苦呢。所以伫迄个当中，伊绝对无可能。所以咱佛陀一定了解，因地狱道、畜生道、甲恶鬼道，基本上，你今日这三恶道众生无可能。所以伫这个当中咧，到阿修罗皆应供养。当你处处，当你会知影即个处所，即个处所就是有即部金刚经的处所，甚至于即位是塔。当然，咱也知影塔，一切解说，咱六不塔对毋对？毋过若印度毋是安尼解说，印度佛庙就是塔，塔就是庙。因来讲塔是庙，庙就是塔。咱来讲咱中国人分哪呢？分做庙就是庙，塔就是塔，寺就是寺，叫做庙寺，无讲庙塔啦，毋过即部经典是因为当时，即个迄个鸠摩释因翻过来，就甲翻做哪呢？翻做寺，即个塔。即个塔内底有供养啥物件？当然供养佛的写意。
嘛是因为骨伫迄个所在，骨伫迄个庙寺内底，咧呐，咧伫啊，即个讲经说法，伫迄个所在，就是叫做佛所，佛大个所在，佛个，你会知即个处所，就是简单讲，即个处所，你若当去即个处所，就是要你创啥？要你明心，要你见性，要你成佛祖，即个塔，该应终究，你来到即个所在，你会哪？你爱，你想讲，咱若我看到迄个达赖喇嘛，印度达赖喇嘛，因遐对楼骹摕当中，因遐拢三步一跪，五步一拜，五这个斗地，对山骹，拜到对山顶去，有无？咱有看到。因为我这斗地只，拢用迄个足高的，只嘛用足高的，骹用足高的，伊行3步就拍落，头爱放者，四骹，安尼硬爬去到哪？爬去到顶端，迄间庙塔，庙也好，塔好，迄间庙是。所以你一定要记着迄个所在，爱着遐尼个强强。作孽为妖，以自我相以善彼处。作孽为妖，这个解说就讲，你身上庙寺内底当中，因为咧困佛，伊咧困正手臂，拢以正手，师傅带咧行，伫咧困佛，伫咧困佛。所以困佛就是叫做度众生的意思嘛，叫做度众生嘛。所以头前咧行，就照着安尼拜，咱台湾嘛是有啦，这是因佛教上的一个文化，就度众生嘛，以诸花香离散彼处。当然，诸花香讲，因为佛陀因用到这个诸花香的解说，伊有分做10种，比如花啦、果啦、桃啦，相关的10项迄个供品，伫遐散彼处迄个所在，所有迄个所在就是由佛所带迄个所在，所以呢，伊佛因过去因个教上就是安尼解说。那当然，因为今日即个如果纯粹是安尼解说，要讲到对安尼像离佛教上的地主，因为才能接受。毋过若离咧一间道地主来讲起，那像较无，很深处啦，很深处。如果即若依着咱道种解说，要哪解说？当然，对以诸花香而散彼处。咱今日，咱咧请坛的时阵，咱去求道的时阵，咱是毋是有请迄个五花果？有插香花，来呢树果，要甲结先结的嘛，以诸花香而散。所以伫迄个当中，咱要请了后，要办即件三座大开普渡的即个大事，在啥物啊？请诸佛菩萨来到咱即个所在。所以你要请诸菩萨来献过了后，来上下你爱先插3支香，对不对？诸花香嘛，先插结莲香，甲诸结。献过献完了后，点啊需要来先插一几条，插一5条，是毋是？插了时阵，咱若去两边排班对面做，伫迄个当中。但是因为以诸花香而献彼处，对下底讲起来当中，就是讲咱今日咧祈祷内底，一定一定先讲。咱咧开班一定先讲，咱无先讲绝对袂使。对佛来讲起来，这是无结。即马来就是作孽为妖。当然，今日若要甲讲一个较具体性的，咱就点啊说安怎？当前这树真阳关，真水真火鱼俱全，疑金阻你一条路，灯光照耀在眼前，恶目同神来发现。煞煞陀陀达罗汉，西天虽然请得到。来到尾啊，慢点这个题，一指中央会议，来呢？一指中央会议，来万八德超来。害一个倒转来，直指在在处处。 ，这个
一指，这个叫做在在处处，在在处处是啥？一指中挥，万八一超连做个围绕，万八一超连。咱有受兵术一指，咱有开克，咱有顿悟。因为这个物件是咱叫做在在处处的解说，毋是写爱的物件，款意。所以这在在处处的解说叫做冲虚空，冲虚空。冲虚空，骗化解，骗法界。因为安尼叫做在在处处。所以凡在你对一个所在，拢有哪？拢有迄个物件。所以你比如你自身，你自身的这点的解说，你若甲解说入对，你如果若甲解说入俗，你甲解说入俗，这解说落去。毋过呢，你今日即个物件，咱爱怎即佛经就是佛的写的，佛就是你感觉，伊叫做它讲有为法，但是有为法内底，伫咱迄个有为法内底当中，因为咱众生不得不，因为今仔日的当中呢，当落入这个问题内底，所以当时佛道，你甲啥物人，甲大开释念法语笑的时阵。伊安尼讲，某有经过咱从业法，迄就是一定问题出来。但是咱莲花微笑的时候，迄叫做印心，迄叫做印心，迄叫印心，迄叫做心印之法。已经印着心了后壁讲的文字，迄是一个文字尔。就佛道即个讲这文字，这是一个文字尔，是咧甲你引申是一个文字尔。但是其实人要甲讲起来，要甲讲起来，伊内底当中。伊充满真深的道理伫内底，所以呢，今日以自化兄弟，壮烈围绕受命一致，即位是塔，就是咱今日咱已经庙的内底咧供啦，咧供养明明上帝，是无？供养明明上帝。这个塔内底，这个庙内底供养明明上帝。那今日你后是咧明明上帝啊？咱受命，咱讲不在灵山无荒游，灵山只在你身上。人人有可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去。所以这位是塔，这个塔毋是咧解说外口的塔，这个塔是咧解说着你啊。你的印心者，你有印着你家己即个生活，你有了解你家己自性法界，你有了解即个物件。那安尼当中，你有了解家己你的自性法界内底当中，你今仔会恭敬，所以咱今日做礼跪礼，咱有咧恭敬有无？咱有咧恭敬。所以是咱密经内底有一条的，看呐，若要上分按怎？前礼拜嘛，若要成我成前礼拜嘛，你敢毋是讲我前礼拜咧拜孙？其实迄阵你有法拜无拜，拢袂紧张，因为你拜你家己迄阵，所以哪甲你讲，你今日爱知影，家应恭敬，你甲了解，你有一个明明上帝，你安住伫你的即个内底当中。伫你灵态内底当中，你爱较勤礼拜，你爱去恭敬，是毋是安尼？互你的心成即灵，灵即通，所以呢，这个当中就解释讲，你要去恭敬你自己，因为你家己你已经受命一致了后，你家己应找着你家己即阵，你要去勤礼拜，你要去找着你迄个物件，但是后壁当中就是讲。这个一切世间天下修道该应供养，这个物件，因为是安怎讲？今日咧讲世间天下修道该应供养，地球岛出生的有几多敢无吗？因有，但是我请问，地球岛出生的有几多？因有法度，因即有法度，人去勤礼拜有无？
因有法度去强求有无？因有法度去做这行为有无？因这拢无法度。但是伊有哦，伊嘛有付出伊的自信哦。咱即个社会，足济落几道贴心地落倒来。哦，你讲要叫人来做，敢有可能？杀人放火，无所不作的，食毒迄阵啊，你要叫伊要叫受着，敢有可能？迄个列入于三恶道内底，真正就是迄款物。因敢有可能？我也讲无可能。所以咱今日你要知影，即个一切天人也是有感应。恁今日有一个，恁今日自有一个清净发生，咱今日时时刻刻，哦，袂使对家己害怕者。哦，所以呢，在处处伫即段当中，在讲即个物件。所以即段话，你着通有入来，有入来咱的心境中，甲另外口即两种不同的意思，不同的意思，不得因为作咧围绕，就是咱互我拄则讲的。哦，因迄嘛是咧困佛，啊困佛，伊嘛是度众生，但是我请问，咱家己即个众生有度无？哦，啊咱家己即个众生无度，咱要去度众生，今日要做那形而下的工作，咱无做形而上的工作，那安尼咱即世人，哦，枉费着咱救着了三宝修法，即个事实。所以即段话，咱要甲体会者。你头啊，甲讲倒转来，在处处，伫即个所在。但是我讲即个所在，你毋能拿去伫即个所在哦。这是在处处哦，虚风化，对着无对着所在无道理甲我讲。哪一个地方没有到？你甲我讲。哦，一切是我甲一切无对象，无毋是自性中变出来的物件，毋是无对象，毋是自性中变出来的物件。正处敢是自性中变出来？即倒来以后，所有一切物件，敢是拢咱在处处即个自性中变出来物件。所以，因为即个在处处，伊它的含义不是于即个，毋是安尼，它的含义太广，啊，就唯有就是咱你的自性，它才是在处处。如果出经，即边经是一个文字，但是基本上即部经是一个智慧。你甲转的是个智慧，智慧就是哪？你会发这吗？啊，你会发这爱归哪？归清净法身嘛。清净法身就是实相发这啊。哦，啊，即个叫关键发这就是你的哪？哦，你的智慧啊。啊，所以因为即个智慧，即部经你慢慢着经了后，现在佛就讲一切诸物该从出经出，伊佛就安尼讲，因为当然即部经就是哪？就是要你成佛一部经，啊，所以即部经就是你家己自心中的迄部智慧之经。那安尼当中呢，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该应供养，咱今日既然咱那离六道轮回内底，咱无法度跳出六道轮回。当然，咱阿无证阿罗汉，阿罗汉呢，我上人上众生上寿者上这四相一定爱等。哦，说完阿那含阿罗汉这四个一定爱证。无袂当证到阿罗汉，知影？但是因为咱今日咱天然的众生呢，也无。是安怎讲？所以因为今日咱那个流浪生死，所以咱讲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咱既然也未跳出着六道轮回的这个众生，今日尤其是末法的当中，上天慈悲，互咱今日会当来得闻大法，会当得到三宝修法。那安尼，咱敢会使无家己对家己来供养吗？咱敢，你今日受到咧供，你今日受到受啥物人？你学到咧学啥物人？所以咱互我一直讲一句话：受到若无甘愿，你受袂到。啥你无甘愿，你无认识。因为基本上来讲，一切拢总是家己的，毋是别人的。我今日伊帮的这二姐夫遐。胃口面带两个查某囝入遐，讲前日当然爸爸已经回来，你要安怎食嘛无可能啊！唯有就是哪？唯有就是你成功了了，把功德回向。哦，这是无上才是实相，这是实相，才是真实的物件。所以今日咱修行就是，佛陀甲你讲，你敢袂？你敢
放弃你强用你家己呐，你家己迄粒情形发生嘛？伊甲你讲一切天然阿修罗，你每一个人拢有一粒摩尼宝珠哦，咱逐个拢有一粒，但是咱有家己强一粒，还是咧强用外口遐物件？如果你若落去修道下，你强用外口的这物件，各位我来讲，咱修到尾啊，拢办到。你修到尾拢毋甘愿，什么原因？因为迄毋是你的地位咧做代志，迄是你的知识咧做代志，所以修到尾问题就出来。如果你今日每一件代志，一切天然皆有强用，所有就是你所有功德，就是咧强用你家己迄个发心，你清净的发心，你愈强用你的心就愈清净，你愈强你的心愈清净。那你去做啥人呢？是毋是安尼？咱迄阵啊欢喜做，甘愿受。现在讲，因为你已经了解，你袂甘愿啊，你愈做愈欢喜啊。所以这点，我就甲你讲，咱一切天然阿修罗，就是还袂跳出着阿拉，所以阿德里那，咱阿德里滚大生死，咱毋是变异生死，我们还是在分段生死，我们还没有进入到所谓的。这个变异生死，我们还是要分段，一段一段，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恶鬼道、特修道、地狱道，一道一道来咧轮回。所以不得他直接来讲，你今日家己要道用，这个强用，你用心来强用，请问各位，强用毋是用物质强用呢？这个强用，若要甲讲嘅。所有六六，你也看了，在处处六六出兵，在处处就是讲这个物件，在咱讲自性中的物件。六六出兵就是来讲智慧的物件。一切世间阿修罗，佛都是来讲三善道的物件。该用强用，这是讲强用。伊啊，这个所在，因伊无讲到物质的强用。啊，若既然无讲到物质的强用，是讲到哪？你用你自性中爱用功德来强用，天公了我来强用。有啊，伊甲你该用强用嘛？你用啥物强用？伊我甲你讲用十项的刀啦，用果啦，用香啦，用花啦，用啥？有啊，讲这物件。后壁咱甲你讲这物件，头前形而上的物件，毋是你这个物质强，形而上的物件就是你时刻刻、时时刻刻，你会记啊？都是讲多了。培养着你，强养着你的自信，培养着你的清净发心，可以更加光明。若安尼当中呢，当地处处即位是他，你会了解，迄个所在就是庙，就是佛法的所在。迄个所在，当地处处你会知影，迄个就是你阵的清净发心，你阵佛法的所在。即位是他，伊则来讲该用用极。你爱真正对迄个所在真正去攻击，众力围绕，这为众力围绕，这个解说者，就是讲啥物件？你去度众生。因为咱讲，因为你恭敬是咧培养你清净发心，众力围绕是咧度外海众生，所以菩萨一定爱自度，你度哪里？是毋是呢？所以佛教，因离庙是咧。围绕，伊嘛是叫度众生，但是因为度众生的物件，迄叫做一个名相的物件。但是咱今日度众生叫做实相，啥个实相？咱一当为着要度人的内底当中，咱非常的积极，咱嘛非常的打拼。所以还是姊妹内底当中，会当更加来度我。那安尼，咱今日会当去度众生的功德有大无？先背下先来讲，多一人3分的功德，上天助咱手叫做10。这个10分的功德，要来恭敬啥物人？当然，这个嘛来恭敬你自心中的发心，来恭敬。你今日若无去行讲，无作咧有效，无今日去恭敬，无大人来求道，无去做佛事，无去做善事，你头一功德来恭敬，足简单的道理就是安尼。所以现在咱修道、学道之后来，咱拼啊。遮认真，咱拼啊即用心，所以这也就是因为咱已经知影。今日咱袂使去害他，咱袂使去执着，因为一定存最后一日咯。咱无论安怎，
师尊老板娘讲一句话：无论心多宽，路多长，修多苦，半多难。过程是心的宽度与心的深度，主要宁愿跨出属命的脚步，后边路呢，前面就会有出路，这是这个道理。所以呢，今日用作的为了以诸花香比善去处，所以这个当中呢，用到这种物件，这叫做形而下，诸的这形而下，钱啦、刀啦，刀就是蜡条啦。香啦、花啦、果啦、银啦，这物件10项，这叫形而下，这物件来供养福德啦安尼，这是因为这段金刚经的第15分，叫做持经功德分啦这个你持着这部经典，伊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物件。叫做持经功德分啦。换一个解说，你若咱持，领入你心啦，意念不忘，你今日甲佛就是种同等，甲你种度化众生，你也会是种同等。这是因为咱伫这个第15分，因为呢，咱直接大家。